从这正院大门出来，往西经过历史博物馆，穿过前门路。埃个是苏州第一家鱼腥鸡。3年之前，在一个楼上吃过有美其名曰的凉面王，3个鱼吞方便面。离开这正院一远，烟火气一浓，高丽一便宜，味道一黑。现在继续往西走，市中心本地人吃面的地方待着。楼上楼下听见的侪是苏州闲话。神奇快呀！你有没用？这正院边上一碗吃2碗，没个海吃。吃这一个肉，你会得觉得，哎呀，我哪能养了上海的啦？老早晓得讨饭也要讨到苏州来，人家都对我看。你去逛汤发子太傻，别个中国比上海来的，我个江鱼汤海吃，真家好，这纸包子就好用。你也觉得海啊？看上去群众的实力侪差不多。中饭吃海出来，回过头来也路过鱼腥鸡站。既然啊，往西多走2分钟的路，谁还便宜？起码1/3个动力。你都跟来我白相，跟来我吃，肯定不会上当。那么跟来你忙呢？苏州最好吃的麻饼、松子糖、河梅野梅干、金柑馒头、鸡头米、水果片、吃馒头、糯米三毛、猪油干、桂花糖藕，侪辣老个几家高老头家，还推了点内幕30家。埃个不能讲讲，日本到现在子我非吃西北风去噶。路过前门路，远见望过去的街楼大厦，就是万行新村，苏州第2个原地围起的山区。本来是按照苏安新村的，据说是因为有种人私自堕胎去，拆脱一个菜房房，再还围一座这正院。结果没谁是。现在为了海盲眼肉串拔出去的痛苦当中挣扎。